終於等到拎鎖匙嘅今日，一拎完鎖匙就拎住個篋去租屋嗰度。20秒 room tour， 走廊入到去就係房、露台、廚房同埋廳，無房設計。去返走廊嘅第一道門就會係廁所，免治馬桶，正啊！對面就係浴室同埋洗衣機。雖然租屋嘅 agents 同我講佢哋已經清潔晒，但係當然繼續抹啦。由於已經係3點幾，都冇食嘢，所以係咁食。食完就要係咁買，但係冇拍低，得條樓梯。咁又天黑啦，鎖門、熄燈、着鞋、走佬。同埋日本啲門原來有2條匙嘅，上下都有個鎖。最後返到酒店食松屋。